星星糖的奇幻冒險第一幕：月光森林裏的驚喜。貓頭鷹路比晚上起來索星星時，發現樹洞裏藏住一顆會發光的星星糖，這是給最勇敢的小朋友吃的。糖紙上寫住奇妙的字跡，路比眼睛發亮。我要帶他去見需要幫忙的人。第二幕：彩虹橋的挑戰。為了送到星星糖，路比必須過彩虹橋。橋上有會跳舞的蒲公英、愛說謊的毛毛怪，還有種愛搖晃的松果橋子。跳過，路比追住逃跑的彩虹，突然嘿，抓住我！一隻穿背帶褲的兔子蹦出來，它叫跳跳，我陪你一起過橋吧。第三幕：會說話的蘑菇屋。來到森林深處，他們發現一座會發光的蘑菇屋，門口坐住傷心的小刺蝟球球。我的刺太扎人了，沒人想和我玩。路比掏出星星糖，試試看，這顆糖能讓你變得友善嗎？球球咬了一口，他的刺開始像棉花糖一樣蓬鬆，整個森林都響起歡呼。快看，會發笑的刺蝟。第四幕：最棒的禮物。當路比和跳跳把星星糖送到月亮城堡時，女王驚喜地說：這不是魔法糖，而是善良之種，它會在每個心裏長出星星花。現在路比的翅膀上總是綴滿星光，跳跳的背帶褲裝住會唱歌的橡果，而球球成了森林節慶的主角。